问题具体，人要巧比无路，请客见，玉帝娘心下相见。气冲冲的波及心慌意乱，快起来，命难保，四个不行，四个不行，什么？小公。三文松，你往哪里打？好。倒追两股乱地，来了两股女的。发生，朗朗乾坤，尔等尽管在此撒野。你是什么人？尽管管我车官老爷的眼。是。我嘛，我乃是你爷爷金凤江。给我拿下了。
好。哎，是我。啊，突然也是想去用手头报告事。哎，这里不能去，小心慢走。小生心经明路教，本地生事。事母忙备，官问小姐方面家居何此？因我来这荒郊野地呀。也是天小女子做西平两人，闺中贤明深分数。还可知，没奈何夜半三更打出门。小姐实是逃婚，因我不见你父母在光，恰是惊动了皇父。我好心相问，你以我欺骗于我？哎，人家小姐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小姐不必害怕，我家相公孤独一人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但是无妨。小姐不必吞吞吐吐，实事求是。此次用分数实言相告实言相告奴婢为他婚离家门，实是有天大原因满腔恨，多只为夫人难起身，没奈何难办话到口边往回腾，我是朝廷亲蛮子，怎能萍水相逢？徒真心。只见他路上真面目，话到口边留三分，若言那一方成浪，惊叹无门。只好扬州防备谁
分妻女，他虽是桃李之子，容颜美，举手投足是美音，莫非他为皮在我骄张般，我定要比他小姐不必多虑，你我虽是萍水相逢，小生的小姐恰是一见钟情啊！一见钟情，这从哪里说起呀？小姐呀，小姐，这乃是天赐良缘呀！他有眼无知，乱点鸳鸯。哦，生活，我们快走吧，快逃走吧，快！快！相党！哎呀！哎呦，劫数难逃，劫数难逃啊！相公，相公！哎呀，相公，我什么不知了，讲吧。相公，原来你是个暖弟。唉，小生乃是堂堂七彩男儿，因何男扮女装？我一言难尽啊！曾闻说自来自相结婚门，羡慕其品为缘人，多则为朝中有个王表侄。这老子他怎么样？他代天行上到元人，羡慕是两袖清风男子英，可恨老人气盗心，无言羡慕大可人，可怜他连结带起一命情，小生我连夜逃命走荒郊，可恨老日配在病，银玉也是愿伤心，此理到身特心惊。
也是被王表老实说的，你要相濡以他们。像我们三代之上，正缺少一位通得世俗之人，不妨请他上山相助于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姐之意，请他上山相还于你。相助于你，快去，快去呀！神兄，神兄，他的至今已若何啊？本相投奔莫有，可是今则恐躲避不及了。是此，请确诊随我为父，暂作安等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怎管当然。我当不相什么？哎呀，小姑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。小姑，你不要太身做事了，我们去吧，好，去吧。是此恭敬不是聪明，是此三真兄，请金正兄，请。回去喽。哎呦！哎，顾炎帝啊，今日再次成婚，你我可要小心啊！小心何来呀？千万不可久食言，沈相公还不知这次的真相。依我看来，索性与他明示了吧。此计未到，不可言明啊！此事小弟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咦，赶快去。为今得救与恩人，谁知恩人变小姐呀，变小姐。数月来，两人情投有爱意，到今朝同往化作成连理，深问我问伤心啊，我心意。忙忙碌碌去办酒席呀，去办酒席。酒席呀，出来喽，出来喽！哎呦！
也有今日哦。多情小姐金凤娇，她倾心与我结乱交，神魂一月相依好，自有得罪恩情啊好，但愿得温柔乡里能终老，又何必飞跑相见去理大伤？哎，相公，这多亏了金小姐，她不嫌你贫穷，为了你谁呀？又找你未婚，你说该好好的谢谢人家才好呢。是啊是啊，她不但是我的言妻，还是我的恩人。是啊。不过这位金小姐与别家小姐大大的不同啊。哦，有我不懂啊。那宋家小姐心意好，尽管须眉英气好，家人服务知多少，福到龙墙心情啊饱，就是那要杀丫头人家小，我看她只有杀气上眉梢。哎，想你相公无了，想必是把秘闻窃得过于宝。金小姐家产百万成富豪，家人理应妇女高，唐十半夜来强盗，宽家富裕有余呀！好，话虽至此，我总有些不放心啊。哦，要么再去逃命，这样你就放心得下了。金小姐为夫。相公，金小姐回来了。娘子回来了，官人，娘子听。官人请。要上，请。官人上礼歇息，专等娘子回来。有劳官人。官人，为替长官辛苦一年，11万忙，少陪官人方不见怪。娘子是哪里话来？哦，娘子，要上不是地座，请娘子安息。慢，备有酒菜，与官人稍饮几杯。此次有劳娘子。要上身外，歇歇去吧。好。官人，要上，这位，这位。官人，你可知为妻因我救你上山，又因我倾心于你，结为夫妻？被人怎要请教？官人，你的父亲是哪个害死的？乃是黄表老臣，是经10足在，少中官居一品。官人，你可知为妻的心腹也是被人害死的？令正乃是何人所害？乃是王表老臣。原来是此。
你我二人真是同病相怜，真是同病相怜。你我二人真是一对同命鸳鸯，真是同命鸳鸯。娘子。他催眉话，娇容便是杀气深。本是我当作心机。恰将那生郎进，今日不敌当年恨。请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白首偕老。给银的，给银的。官人，为妻再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地久天长。给银的，给银的。官人，为妻再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永垂不报。给银的，给银的，给银的。娘子，被人不胜酒力了。官人，哎呀，官人，他竟在人这个样子。
这次西水府借来乡银30万两，明天从3县经过。送上门来的狐狸，岂可不收？八将军，你看是我？我看就借了这笔小你好，县厅局啊，总得领例子，使我即刻随到。官生，官生。哎呀，不好了啊！原来他竟是专上为王的女将头，30万两乡银非同小可。哎呀，他做下这无法无天之事，一旦官兵交杀，我这个江道丈夫岂不也要拿去粉碎哟？哎呀，这笔是不是好啊？不是趁那女杨道王在先听一事，富有狂备，我还是逃走了吧。三更，大呼小叫做什么了？快随着引力倒走吧！倒走！放着包文不去，到哪里去呀？你可知这是什么所在呀？这是江道的山寨啊！你可知金梦教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专上为王的女将头啊！哎呀，你这个无道的东西，快随我走吧！我不走啊！就说金小姐是强盗，这样好的强盗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？你也不该抛下身家，倒走。义父几百人，我已舍不得离他而去呀。可他专上为王，抢劫官家乡野，一旦官兵交杀，那是将你之子，就是一刀砍下你的脑袋。我看你走是不走哟。那也要与金小姐告别什么啊？我咋与他告别？我还能走得了吗？啊！趁那女杨大王在先天女子，我还是走了吧。好，走。你往哪里去呀？倒走啊！哎呀，快随我走吧！
名路黑大上元贵，街里金光光灿灿，落在他家。文字上前门看我西东开，他那正靠汉元台，幸福后用新时代，新时代啊，所家的小儿喜开怀。不是我突破世所捐千万，拿得上宫去走啊回。不是我当机立断下山寨，至今眉毛才好来，怎能够装老头不进前去高官衙门内？这真是一生尘来相聚天，忘恩浩荡是江海。相公，春季上元公，这才是了。像我身份说，自从他生道教，道下上寨，来到今日，一来是上天保佑，二来是文章得意，上上四把金榜题名，得中了对名上元。这飞黄腾那么是自身可待哟。小公，小公，小公，要叫上元公，上元公，上元公，启禀上元公，喜事来了，喜从何来？就问在至今，谨慎。快讲！就问在至今小弟来了，你在哪里？也在门外。呀！他真身打扮，是何真得进来？他明武打扮，真进而来，只想奉上了高院，故而来此下人。来呀！打开这门，迎接赵元夫人喽！哪个叫你高声喊叫，打开正门？真正岂有此理！我明白了，像是金小姐来了，赵元公不便承认，定是要小生先把夫人从后门悄悄地接了进来。对，我这就到后门见赵元夫人去。你还不与我回来？我又明白了。像是夫人来了，怎能从后门进来？岂不有失怪体？定是要小人先把夫人经过翻身之事，再有几个家政上。
夫人从原先进京，要大大的热闹热闹。对，我这就召集啥子？要多得些银两，替夫人抬起衣服收拾，是也不是？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！司机，我倒实在有点不明白了。你算到哪里去了？是我不见啊！我可这耳朵莫非出了毛病不成？下官天地良心我都，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！想这里乃是精神地面，天子脚下。我原是上愿天子门生，岂能收留山贼强盗？你叫金小姐说说为啥，免得被人宽出布衫，撒下杀身之祸啊！哎，快去啊！我不去。哎，快去啊！我不去。哎呀，快去啊！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今日金榜的名字来了，山寨女的王。心里怕，是怕的怕，爱惊慌啊！那日匆匆离山寨，好似小偷偷鲁莽。2年来孤影冷光可凄凉，衣裳裂缝角温柔乡。他虽然扶到龙墙，荡起好对我恰是娇媚样，梦里他多依恋，心事恨他机关枪。上元难遇大飞公，乌鸦怎可配凤凰？30日一夜夫妻8人，到如今好事难成天乱公别来不样，原来是你呀！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实今身外言语之物，使我放心不下。趁此黑夜，让我亲身功夫，要想来见你一面。这个想当初中途遇见恩义。
一路真相配。金小姐，娘，为我这般称呼，你叫我好为难啊！哦，想这里乃是金人地面，天子家乡，啥被御史衙门知道，只怕你性命难保哦。我倒是什么为难？难道这御史衙门还管到你常远公府中扎身不成？官人啊，可记得当初山道上，你早这步命运报销，啥不是我路见不平来相聚？你早日化为白骨去奔黄沙，可记得重阳佳节成婚配，对红烛夫妻双双门是呀。谁知你看是心地讨下山，我为你十月外推把儿生下怎么你生了孩子了？冤家，谁宝儿已走散，可怜他与娘母的命运归。为寻你单身多疾高山下，残风露宿走天涯。你不念夫妻之情海洋深，也当念不知知心田来他娘只好心生厌，他便化用邪灵希望，我也决定心乱如麻，想起他希望分我心爱深，vì bỏ他为今下就恩于他，他为我生死门中双一马，我怎能夫妻之情父子之义先抛家。娘子，官人，这2年你受苦了。你呀，好无心哦。这都是别人的不是呐。官人，如今你将为妻终身安排。这个，哎呀，我不好相生啊！他本是身怀重担，早艰难，
官居下莫无王法，我若与他与谁嫌？只怕是断光还要把头颅杀。金小姐，想我是天年磨成在寒苍下，平生受的是生严家。纵然你我心爱深，真乃是大度不同分真相。想我是天子门生上元宫，我与你怎能不负奉配呀？负心神实出负心我们三部的谁是父呀，谁是父王？司机，你为爹，我为娘，看在娇儿的份上，你不该是此谁人无你呀！哎呀，这般卷传下去，真甚是好啊！这。事到如今，我已只得是辞了金凤娇。我好比一颗灵子长上芽，长上芽。你好比一丛烟草在一路下，一路下。我是武东七凤王，你是苦死烈汉呀！门不当户不对，亲人往后难相见，难相见。长远切地夸，我是一颗灵子土中来，就将我凤家传代，一颗轻松的山崖，你望着世俗的寒苍下，去怀你说道世俗满口神，你头戴乌纱茫茫玉带，身旁挂人心，你反不是梦，经过须眉罗琳好看。罗琳好看，是了。想你身为宋帅，简直精神一日大大。我是今乃是扫地命官，岂能用你胡言乱奏？你说说为删去吧，自然不算。怎么样？叫来不到官人，只怕你难道发忙？什么
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啊！娘子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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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生我！生我！哎呀，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啊！娘子饶命！饶命！哎呀，子母啊！相公！哎呀，子母啊，少了顾家下宫吧！哎呀，子母啊，少了顾家下宫吧！哎呀，子母啊！什么？想不用之中，给予你这样好的人，哎呀，子母啊！像他这种叛逆之辈，不配无母报剑。哎呀，子母啊！三文书啊，三文书，青山不给落山上流，你我何为有情？相公，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哎呀，相公哎！相公，金小姐她走了。啊，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好险哦！披星戴月。历经尘那为国家那顾得苍苍两鬓，独自为不过了王，扫了藩，我早无有报国人啊！想当年，万岁天3年，将刘光斩，就他与我悄放走刘双金，如今他改名金凤娇，九凤三当帅一并。我家有难考中良，望今我不是劳苦，千里奔波请转机。催马扬鞭，三岁哇！
大帅征了救命。陈马草连已十分紧凑，孩儿生已长大，母亲我不转下将令，发兵进都，扫去剑当。爷来，把外祖父求死之冤，那儿来让母亲你也阻挡几天，女王小儿子一派无言。我的小少爷，你的用心大是天啊！这又不哭，这又不哭啊！你呀，越发的还自气了。报！禀大王，山下有一老官对待无杀，身穿此袍，凶剑不许，头上白发，要面见大王。你可曾问他姓甚名谁？姓王名进，官居一品丞相。你得怎讲？王丞相到。哦，打开这门，派队相迎中了。有。打开这门，派队相迎。老了！王伯母请。臣请。我那六皇爷的义勇在此，但饶父大力存判。还是女大力存败，不罢也罢，生愁了。多谢王爷及母亲的大恩，臣儿去拜你祭拜。这是何臣啊？我儿受报。哦，这个将门后台少年英雄呀！伯母请。臣女请。
你们远道而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？老夫特地为你而来哟。哦，为我而来？我来问你，身为家门之女，愿我转山阴沉落草，主持讨口生呀？我一不当家接生，二不杀人放火，算不得讨口而死。既不为讨，为吾要招兵买马呢？为的是替父报仇。可惜你的仇啊，报不成了。怎么报不成了？你无情的奸人，他已经死了。你得怎讲？我过莫言，他死了。他死了，母亲。纵观今朝早已死，朝堂上昏君万里遥。嘿儿同他请到送勋嫂，杀昏王将身头报。王爷这次经过午夜乱道，万不三顾一报。王伯母，请。严神女，请。严神女，如今仇人已死，就算上场替你报了无罪。老夫此来也为江山社稷，而为你忠孝上贤呐。哦，倒要请教。唉，此种令朕却是之黑哟。朝中无有了刘家将，奸臣当道乱朝纲，到如今不过了王朝了反，这下得宋王兵到谁龙床？武臣领兵把帅过，老夫一本对君王，保你挂帅病了去，说说节子快门响。且慢，听伯父爷来，那辽王少藩宋王爷他的江山呐？是啊，孤要请神女下山挂帅兵了啊！哦哦，不想他宋王爷又去我刘家自审。严神女，至今奸臣已死，宋王爷又降下圣旨，命你为兵了大元帅啊！你的功劳嘛也够了，你呀也算是扬眉吐气，王中耀祖了啊！王伯母，严神女，宋王爷江山我不兴奋，老伯母谈我老记性，激发我眼的是死交心，君臣你早已不本分，平了王法兵我难应承，讨救兵万情刀彼此心。王爷，外祖父的大罪诽谤，那罪人谁死？可那宋王已死。再把孙儿王伯母，想信母谁被奸人所害，那宋王也不该听信奸人之言，害我谢家。严神女，你就快在当年老夫担下这血海关系，王伯母帮你到。有道是父母之寿，不共戴天。
我与宋王手生四海，妖魔发兵，势必是不落西山，海水倒流。哎呀！不好了！千言万语全不信，枉费我老夫一片才。言成语，蒙头头不见流光已永退，哈哈，请将不是即将离。哎呀，我那流光眼里，你死得好穿呐！流光眼里呀！想当年，你用兵8万，边关征，那一股藩王关策兵，不可你东西转乱不正，金枪一关定太平，这道是家门是有家门内，有谁知立地后退，啪啪啪啪啪了兵。哎呀，眼里呀，眼里呀，不了王得知你丧了命，一兵撤兵别良辰，我陈女儿不管去撤兵。误了你为征边关，塞外民。让我再接他一击，伯父先前大可先锋，如今又为何如此发笑？我晓得，并不敬，两不忠，你不告鸡妹不成，并不他当年我那流光也呀。九九
年半个毛，也从今到学离宫，要变奸妻从儿女，虚空他不了我，擦表眉水，可笑你难长相。少用门，一管下山与那辽王一组。知道你即将与苗算，我发兵为敌，把黎明绝。救兵死救活，叶神玉，快接旨吧！且慢，要我发兵，还需以我3件大事。哪3件啊？刑部确诊部门神有地心，我要送往所得落教，裴叔伯亲自祭奠，血水天下。要是送往他不允你，兵马不发。也罢，凭什么这老命答应于你？那儿女，少卿满朝接着，弟子苦争此事。一的，那3女。各路兵马听我指挥，满朝本部与我调遣。身为元帅，理当是此，快接旨吧！王爷爷，我去了。去吧。三本书啊，三本书，我可是谁胜谁强？叶神玉，军情境界，你何在发兵啊3日之内。好啊，王伯母，你可知我兵马必动？粮草血营啊！要问你讨一个运粮官。72路总兵，你选上哪个？就是哪个啊72路总兵，这女一概不用。啊？我要那文章员审本书。你与他有缘？不用。有仇？不是。计算无冤无仇，他是文官给条无责，既不会用兵，又不会动枪，到了神仙，你不是要他送命吗？我是王伯母，他是文官，不能不调。难道我这女流之辈是又能上身当丈了么？也罢，待我为这进去说明那文章元押引粮草到你帐前请用便了，老夫告辞。备下酒菜，与伯母接风。亡命在身，不便久留哦。是此说，伯母。言成女有劳了。要上水报听令，要明日3更烧饭，5更起身，兵法平了。追不动了哦！来了！所要的官儿把马骑，原身
已经无计3天了，你快走吧。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哎呀，相公哎！相公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！相公，慢一点！3点分扎我为心啊！云亮真的不无情，神光无条到罢了，为什么将我上元江山记？相公，他走吧。为什么皇帝怕你不言？天山远，天又远啊地。莫泪眼催如鸡，或见一对暖妇女，男的前面把如里，女的后面笑眯眯，他二人夫唱妇来去等地呀。真是个一对好夫妻，好夫妻，好夫妻，你金小姐本来也是一对好夫妻呀。好夫妻，好夫妻，想起当年金小姐。金小姐，相公啊，现在想有啥个用意？走吧。自落得金花岁月空欢喜呀，到如今官用不通，这为呀的怕着怕失去生死难预料，今生不见我的妻，身份说马上落下泪。相公也在夸，已经来不及再他走吧。吓得我头发昏来，心发迷。哎呀，好生眼睛，像是翻倍这样，什么狂枪，狂枪！哦，枪，好，枪。相公，哎呀，相公哎！哎呀，相公，这不是带兵劫粮，是大英名炮！大英名炮！哎呀，吓得我一身冷哦！婶哦，离大营还有多少路啊？哦，还有一炮之地。哦，还有一炮之地，尽了尽了。带我去见元帅交差，领进拿来。你去。啊。
娘王啊，多少神马的粮草啊？哦，15万。哦，15万，15万。我见了元帅，叫你就位。哎，小心粮草，小心粮草啊！小姑你自己要当心了啊！去。走吧。哎，守着林间心欢笑，交差真不容易哟。门上哪位谁呀？哪里来的？云良官一见粮草来到大营，就见元帅。哼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可知道耽误了3天的时机呀？千里路人，总是一步走来的呀。还有你后上，他的裤头在后面呢。启禀元帅，云良官在门外就见元帅。怎么，云阳官他来了么？是。红旗照面，叫他包门而进。有他的好处了。云良官，元帅命你包门而进，你要与我小心了。包门而进。云良官高进，报云良官高进。哎呀，云良官参见元帅。你是云良官么？是下官，免礼。谢元帅。众军就云良官宽恕。谢主。酸桐木上下仔细审，故算是12年前分你生，12年愿记在心，不与我怒相待变身。云良官计量到此，一路辛苦了。千里跋涉，苦倒是有些苦的哦。好一个有些苦的！我来问你，借来多少神马的粮草？15万神马的粮草啊！我有25万神马，借来的粮草为我不顾一半。我再来问你，粮草可曾接近大营？还有一炮之地，一炮之地就是不利。犯兵10来斤粮，叫本算是我切在得起，插住！粮草乃是3军之命嘛，你为我耽误了时机。路途崎岖，难以行走，何况这误了3天之计呀！都管！粮草本是3军命，军令儿子你看得清。1万再万难宽事，人均把也该分反应。刘元帅，我上元明儿天下闻，万岁金殿关门神。
奉旨打粮运，只怕你要分赃分不成啊！一句话怒火生，妇女热情是我履上巾，今日举恩天心人，军法十三不用心，叫一声刀不胜，他在元帅草民，元帅草民，元帅草民，带领下去。元帅，哎呀，元帅草民啊！而我的领下分白银，刀下留神。村前元帅。不儿虎视紧张，元帅，不知你要问斩何人？你也云亮官，那云亮官身犯何才？怎么我儿要与他设行？元帅，李正策兵先战大阵，与军不利，望元帅开恩。我的儿不是来将行。他姓名来他不明，他以为父亲保不成，怎知这今日到他营，还看在我的娇儿面，杀不着巨峰山上破营人，欺身冤怒传下令，三位两官为他应，三位云两官。多的元帅不在此恩。不是本帅不在于你，是少将军与你设计，还不上前谢过少将军。是，多的少将军救命之恩。不管。万日仙元帅。是，多的元帅实在之恩。耽误粮草，犯我军令，死人可免，我人难饶，与我拉下去充当死人。少将军，谁与讨人者，一律分斩。少将军哎，少将军哎！一是，二是，三是，四是，40关当得我心血淋漓。与元帅执法太无心，
一挂去家兵。兵情元帅年上恨，启禀元帅，云两关请元帅年上。当你当了万年什么上？该去云两关，赐他更路一面，小心寻路当根，甚于差错两人举把雁门。他去云两关，我该叫他什么呢？跟官，跟官，跟官，跟官。我跟官，哼！元帅赐你跟路一面，你要小心寻路当根，是有差错，两人举法。拿去，拿去哟！这根路心头苦，生门锁面目，这位银两几银我一夜盯上元帅我，军令是山雄是花，今要还下我好头路。啥不是少将军他心就高，先贤儿今朝明我，40棍当得比肉破，一枪一光好苦楚，当了骂了不算数，又见我一面破东路。
身文书真是背了晕了闭关不那同路，上元不足，足更夫。回当初写文不是福。今有空相随诉，愿谁啊，我与你往日不愿尽无愁。为什么苦苦逼我身份书？秋风飒飒，夜深沉。想起了冤家身份书，他迷恋富贵半传经，今日里冤家运粮到营门，大错小错一细心，为报当年仇恨，传下临界三强人，谁报二将军我把心等，在上边当他死得光，再杀他曹虐去当根，这也是头情分儿才该夫人，你看，那东路左边水中塔，迎上浪在小时辰，你当了发了在江关，人家生你太狠心，生我狠心我心不狠，当初他比我狠10分。
越想越烦恼，缘走缘翻水太糊涂啊！恨憎黄金万世雕，为什么分国要无聊，害得我受苦受难受煎熬，往日富贵云衣裳，前路茫茫难逆了。想元帅，今日与我初次见，为什么又打又仗，又把上元把根敲？想起了40棍当马去年伤恩，女元帅声音仿佛上听到，今日他朝初见面，那面貌已让我起惊同叫。金凤娇，莫非我妻已来到？身份书啊，身份书，何必深夜把梦找？啥时我妻真来到，夫妻久别事情交。为什么又打又骂又是仗，人可无人不宽恕？他本是九峰山上女强盗，又怎能元帅长里成荫啊！哦哟，都市乱象有何意？还不是同路做官，把根敲啊！还要把根敲。上元老爷，跟官，上元老爷，跟官，跟官，上元老爷，跟官啊！就算是跟官，跟官，哎，你到哪里去啊？跟官们当跟去啊！明知故问，真正岂有此理！跟官，今天我倒要考考你的分寸。嘿嘿，中军考状元，真是笑话鸡蛋哦！
管他忌惮不忌惮哦！哎，我这里有4句言语，哎，你若得让元帅开恩，就免你无罪哟。哪4句言语啊？你且听了。谁比仙山林之草？谁比野花张鲁邦？谁日无心插不接？谁日独行少无娘？这4句言语是何人所写？哎，你管他何人所写？哎，你若得让元帅开恩，就免你无罪哟。哎呀，这是计了啊！我心中暗暗的4句言语把随笔，上2句我曾记，在上月府里听口的，下2句把我知，看起好像我的亲，一时想不起对答话。莫非我这团心意啊？罗网花插八节，比我自己；林子草少无娘，比遭我亲。哎，跟过，哎，你可对上了啊？对上了啊！哦，哎，对来我听听啊！你就听了啊，这4句当头啊，都有一个水字。哦，我把这个水字啊，按次序改成你你呀。哦，你比仙山林子草，我比烟花山路旁。我是无意插八节，你是有心少无娘。哦，你对呀，你，不对，是我你呀！哎呀，知道了，哎，不就是你我你吗？不与我回来，是你哦，是你哟。对了就好，明着紧张为娃，元帅开恩就免你无罪哟。下去吧。你，哎，你呀，你要与我记下了中军分化太计较，分明出言来计少。难道是元帅真是金梦娇？大王不做力当朝。哎呀呀，如今他生杀大权手中操，这负心的男儿真看上。我管他又当又骂又是长，他还是年在夫妻就相好。当我是
实原是上，再打我80也不能。自己作孽自己受，我只好承受8根枪。睡得静悄悄，只有我上院当根做心伤。层层一大波，我脖子多到银行睡一觉。帅运粮官家将升官就见，命他进来。是。升官啊，元帅命你进见了。哦。用粮官家将升官叩见元帅，陈粮草请的，请元帅收约。呈上来。这个元帅怎么像是酒王在上的女头啊？这个碰见的女将怎么像是亚嫂？对我忙叫一声，亚嫂！谁在下面大呼小叫的？下去！众军不许惊吓于他，快带他到二帐歇息去吧。是。王丞相到，有请。王丞相，老夫见过元帅，这是你了。当得。此番是奉旨而来，奉命而来，奉命而来，这身子嘛，不宽也罢。告诉伯父得知，所以一场成功，那辽王已被神女圣经握住了。哦，有这等事。这乃大宋朝之红佛爷呀！乃万民之佛，万民之佛，万民之佛，也是老夫有眼识人呐！哦啊！元帅号令真是非比寻常，这大白天我有成当根啊！众军，哎，命根官进见。是。根官，根官，哎，
哎呀，哎呀，我是根官啊！太阳已经到4烧了，你还在等更啊？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不得不小心哦。根官，元帅命你觐见哦。元帅命我觐见。元帅将令你滚为康啊！不过不管就好，与我觐见。根官道，让我见见这个八戒的根官。根官叩见元帅。罢了，见过王丞相。见过王丞相。哎呀呀呀！你这八戒的根官，大白天晚上打更，怪不得元帅要封你为根官了啊！哎呀，根官，我来问你，一言大更又不是人。回禀元帅，谁下从一根当到5根，从东营走到西营，一言不是哦。你从一根当到5根，从东营走到西营，本帅我失了望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到哪里去了？完了完了，又是40军官，又是40军官！回禀元帅，谁下3更天时，睡了一觉。好一个睡了一觉！来呀，要与我充当！哎呀，我的天！狠心的！哎呀！几爷呀！常元哥，你是不是中年了常元？可传起根官来了啊！老乡爷啊，都是你给的好差事哦！不管，你的差事嘛，是元帅之的。老夫不过带薪而已哦。他是你的，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无情的妻呀！你是我的妻呀，爱得元帅拂袖而去，自己又是无情的妻呀！我来问你，妻子哪个，夫子何曾哪？大胆根官，尽管胡言乱语，欺我母亲。是何道理？医生，你讲啊！哎呀，儿！我同我别意，呸！扫荡！不许胡闹！讲啊！妻子哪个？是我家子母。元帅是你家子母？是啊。元帅是你的妻。小将军是你的儿。是啊。哎呀，奇才寡也呀！老乡爷，来，我家相公啊，怕羞，是少二得家。他讲的裤子出去。是啊。什么说？你好也，穷途末路，他将你救，你早得知，你将他为元帅他当你骂你，真不给我与你同朝为官，也蒙了许。儿子只在梦中见过爹，想不到今生仍未见到爹。
儿啊！母亲曾父母曾弟，母亲不曾，我也不曾比。哎呀儿啊！只怪我当初错一步，但愿今儿错一步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你得高放纵，力量大，自救你。夫妻父子全相护身文书一般言语一般书，不由我乱了心肠，泄了孙儿啊，王爷爷，你呀，就是了这个不争气的父亲吧？儿啊，你看爹爹可怜，就生了我吧。不成你，哼！哎呀，哎呀，小姑，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我要自谋这一套，那管你。哎呀，老乡爷啊，你送我们送到西天，你要发的我想过法儿啊。好吧，我只有再去救救我那燕神女了。哎，这把送啊，送啊！你们啊，在门外等着哦。我叫到那个进来哦，记下了啊，记下来。去吧去吧。哎，弟弟，我去了。常员公，准不准是老夫的情，成不成要看你的命了啊！到了万不得已之日啊，喏，我要靠这个你。哎呦，三姑，早知今日，你何必当初哟？老快乡爷，走吧，走呀！哎呀。谁吧？你们待会儿要听我的指挥。走。望丞相到有请。燕臣女，望丞相。王伯母，啊你带的何人？我没有带什么人呐、要上宽顾报警。燕神女息怒，听老夫一言。王伯母叫他走了出去，要上宽恕。燕神女，
想上员工是有许多不是之处，有道是夫妻嘛，各所之受。更何况生女病了得生，这功成名就嘛，少不得要来个夫妻团圆呐。上员工，元帅允了老夫的人，你快去见过礼呀！放心，老孙呀！王伯父，这就是你的不是这了。不就是老夫的不是了啊？你把这官卑职小的根官带到后帐，满身是被旁人议论，实为三军知道，你叫孙女使我身长发灵啊！孙女，你们终究是夫妻呀！什么夫妻不夫妻？我那恨生的丈夫，他早就死了。你是不认他了？本来就不认他。哎呀，上员工，老夫死了这么天，他不认账了。严神女不肯升上员工，是否跨在老夫的门上，让上员工来认认你呢？我不认他，他来认我做什么？夫人，皇上想死了半天，遇到这不快生面，快问面。哎，我不就那个什么常员工，你问他一问。喂，元帅，问我。哦，去得的。过去这样称呼啊，少不得叫他一声娘子啊！叫声娘子。老孙爷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这一走，他要是动刀动枪起来，下官岂不性命难保？老夫在这里候着啊！去吧。陪人春见娘春见元帅，更官不在西帐，到此折身。这个谢元帅，啥才知恩？谢意谢过，不谢意吧，下去。哎呀，什么是姑那个？快与我讲了出来。元帅，我的妻。想言起待我恩慈海，我亲也扪心实在悔。想问说新家创造几人海，孟娘子虎口相救，上意无畏，将我女呀心好伤，自己红人自作美，夫妻私交相近，
我温柔乡里报时啊在，金山娘子是大非，我心当中其实来急忙忙到下山，怕杀头受连累，说声担家辛苦冤枉人我思念年十余呀在。虽然我上娘家的眼开，依然是孤灯多少守空来。我非也定期再去插把剑，更不要杀起妹子陈四妹娘子啊！我千不该万不该，往事誓言不可再，不由娘子遭人怨，我只有为娘子当根受言，实实当根受言，终身不悔。少情元帅在上，圣二开头。快起来！多谢元帅，圣二再开头。这是为何？方才是下手看见元帅，史进呢？史进那是四通看见子梦。哎呀，子梦啊，你既生了我圣二，也就生了我家小红。哦，生了我家小红吧？哦，生了我家小红吧？要上圣二，你们好打扮，你们尽管串通一气。哪个在门外？儿在门外。母亲，你就生了弟弟吧。哎呀，我那不明白的孩儿啊，你倒先生了你弟弟了。你可知你那狠心的弟弟当初可肯生你来？哎呀，小官早就相生了啊！哎呀，母亲，你就生了弟弟吧，而且你跪下了。哎呀，子梦，圣二我也叫你跪下了。三阳公啊，也好用上这股了啊！哎，娘子，你去生了别人吧，别人已与你跪下了。夫人，你就生了相公吧。怎么你也来替他杀心？哦，为的是夫人呐。燕神女，你快跪下这一大片，你就算了吧。我看当初再跪下一大片，沈家也不肯算给你。难道要老夫也接你跪下吗？哎呀，神女不过。天神女，如今你大功一成，理该高高兴兴、团团圆圆，来过夫操无罪，落居天伦呐！叶神女，你要这次这样啊！老伯母把心来讲，我心手把儿可叫亲娘，负心人低头愧旁，绿在金心中也期望。娘子，你就生了别人吧。在部队当年恩
娘子，娘子，你看小光跪得上气等痛，你就扶我一扶吧。偌大年纪，还不自省。在上院当根啊，永难放。问题具体，人要巧比无路，请客见玉帝娘，心下相见。气冲冲的波及心慌意乱，快起来，命难保，四个不行，四个不行，什么？小哥，上路，小
往哪里打？好。道具两股内地来了两股女的，发生，朗朗乾坤，尔等尽管在此撒野。你是什么人？尽管管我车官老爷的眼。是。我嘛，我乃是你爷爷金凤江。给我拿下了。也是想去用手头报告事。哎，这里不能走，小心慢走。小生心经明目教，本地神事。师母忙白，官问小姐方面家具何此？因我来这荒郊野地呀。也是天了小女子做西平两人闺中性命深分数。我来是问苏小姐，官人的名字。我本来是闺中人，谁知婚事早不生，父母逼婚还可知。没奈何夜半三更打出门，小姐实是逃婚，因我不见你父母在光，恰是惊动了皇父。我好心相问，你以我欺骗于我。哎，
家小姐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小姐不必害怕，我家相公孤独一人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但是无妨。小姐不必吞吞吐吐，实事求是。此次用分数实言相告实言相告我必为他婚礼家门，实是有天大原因满腔恨，多只为家长不应难起身，没奈何难办话到口边往回腾，我是朝廷亲蛮子，怎能萍水相逢？苦真心。提见他路上真面目，话到口边留三分，若言那一方称郎，金台无门。只好扬州防备谁？见小姐防备身，不与人欺你。小姐不必多虑，你我虽是萍水相逢，小生的小姐恰是一见钟情啊！一见钟情，这从哪里说起呀？小姐呀，小姐，这乃是天赐良缘呀！他有眼无知，乱点鸳鸯。哦，神王，我们快走吧，快逃走吧，快！哈哈，快！相党！哎呀！哎呦，劫数难逃，劫数难逃啊！快将军，相公。
乱什么不知了，讲吧。相公，原来你是个暖的。唉，小生乃是堂堂叱咤男儿。因我暖扮女装。我一言难尽啊！曾闻说时代之下几寒啊门，羡慕其贫为缘人。这位朝中有个王表叔，这老子他怎么样？他代天行大到元人，羡慕是两袖清风男子英，可恨老人气到心。无言羡慕大可人，可怜他连结带起一命情。小生我连夜逃命走荒郊，可恨老人配在病，银玉也是愿上手，此理到身特心惊。狼心狗肺乱朝政，害我全家一门门，经得里悠悠同情他，我岂能袖手旁观多怜悯？这秀才也是被王彪老实说，你要相濡于他们。像我们山寨之上，正缺少一位通得世俗之人，不妨请他上山相助于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姐之意，请他上山相团于你。相助于你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啊，神兄。神兄，他的至今已若何啊？本相头本莫有，可是今则恐肚皮不及了。是此，请确诊随我为父，暂做安等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怎管当然？我当不相是吗？哎呀，相公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，相公你不要太身做事了，我们去吧，好，去吧。是此恭敬不是送命，是此三人兄请，金人兄请。回去喽。哎呦！哎，顾炎帝啊，今日再次成婚，你我
可要小心啊！小心何来呀？千万不可久食言，沈相公还不知这次的真相。依我看来，索性与他明杀了吧。此计未到，不可言明啊！是小弟知道了。好，咦，拿过去。为今得救与恩人，谁知恩人变小姐呀，变小姐。数月来，两人情投有爱意，到今朝同往化作成连理，深问我问伤心啊，我心意。忙忙碌碌去办酒席呀，去办酒席。酒席呀，出来喽，出来喽！哎呦！想我身份所也有今日哦。多情小姐金凤娇，她倾心与我结乱交，神魂一月相也好，自有得罪恩情啊好，但愿得温柔乡里能终老，又何必飞跑相见去理当伤。哎，相公，这多亏了金小姐，她不嫌你贫穷，为了你谁呀？有少女未婚，你说
该好好的谢谢人家才好呢。是啊是啊，他不但是我的言妻，还是我的恩人。是啊。不过这位金小姐与别家小姐大大的不同啊。哦，有何不同啊？那冯家小姐心意好，尽管须眉英气好，家人服务知多少，福到龙墙心情啊跑，就是那要杀丫头人家小，我看她只有杀气上眉梢。哎，小你相公无了，想必是把米文却得过于宝。金小姐家产百万成富豪，家人理应妇女高，唐十半夜来强盗，宽家富裕有余呀！好，话虽至此，我总有些不放心啊。哦，要么再去道明，这样你就放心得下了。你金小姐为夫。相公，金小姐回来了。娘子回来了，官人，娘子听。官人请。要上，请。官人上礼歇息，专等娘子回来。有劳官人。官人，为替长官宣布一年11万忙，少备官人方不见怪。娘子是哪里话来？哦，娘子要上不是比说，请是我突破世所捐千万，拿得上宫去征啊官。不是我当机立断下山寨，至今眉毛才好来，怎能够装额头不金钱，举高官要门楣？这真是一生尘来相救天，忘恩浩荡是江海。相公，春季少员公，这才是了。像我身份说，自从他生道教，道下上寨，来到今日，一来是上天保佑，二来啊是分赃得益，上上四把金榜题名，得中了对名上哟。这飞黄腾那么是自身可待哟。小公，小公，小公，要叫上员
启禀赵元公，喜事来了。喜从何来？就问在至今，进身。快讲！哦，就问在至今小弟来了，你在哪里？也在门外。呀！他真身打扮，哦，是何进得进来？哦，他明武打扮，真进而来，只想奉上了草原，故而来此相审。来呀！打开这门，迎接赵元夫人喽！哪个叫你高声喊叫，打开正门？真岂有此理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像是金小姐来了，赵元公不便承认，定是要小生先把夫人从后门悄悄地接了进来。对，我这就到后门见赵元夫人去。嘿，你还不与我回来？哦，我又明白了，像是夫人来了，怎能从后门进来？岂不有什怪体？定是要小人先把夫人经过翻身之事，再有几个家政上，夫人从原先进京，要大大的热闹热闹。对，我这就扎进啥子？要多带些银两，替夫人抬起衣服随身，是也不是？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！司机，我倒实在有点不明白了。你算到哪里去了？是我不见啊！我可这耳朵莫非出了毛病不成？下官天地良心我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！想这里乃是金人地面，天子家乡。我原是上元天子门生，岂能收留山贼强盗？你叫金小姐说说为啥，免得被人宽出不然，撒下杀身之祸啊！哎，快去啊！我不去。哎，快去啊！我不去。哎呀，快去啊！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哼。金榜的名字来了，山寨女的王，我有艰难见，心里怕，是盼的盼。爱金黄啊！那日匆匆离山寨，好似小偷偷路忙。2年来，孤影冷光可凄凉，衣裳裂缝角温柔乡。他虽船夫到龙墙，但巧对我恰是娇媚样，梦里他多依恋，心事恨他几关乡。上元难遇大飞公，乌鸦怎可配凤凰？30日
子，一夜夫妻8人。到如今好事难成，前路公别来不呀！原来是你呀！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实今生我言语之物，使我放心不下。趁此黑夜，让我亲身功夫，要想来见你一面。这个想当初穷途一决恩义在，见面夫妻决定来，本当上面去相生。哎呀，官非一路真相配。金小姐呀，为我这般称呼，你叫我好为难啊！哦，想这里乃是金人地面，天子家乡，啥被御史衙门知道，只怕你性命难保哦。我倒是什么为难？难道这御史衙门还管到你常远公府中扎身不成？官人啊，可记得当初山道上，你早这步名媛报效，啥不是我路见不平来相聚？你早去化为白骨去奔黄沙，可记得重阳佳节成婚配，对红烛夫妻上上门事呀。谁知你看是心地讨下山，我为你这月外太把儿生下怎么你生了孩子了？冤家，谁宝儿已走散，可怜他与娘母的命运归，为寻你单身多情高山下，残风露宿走天涯。你不念夫妻之情海洋深，也当念不知知心田来他娘子好心生
变花容，谁人希望？我念旧情，心乱如麻。想起他，希望分我心爱深，为报他为情相救恩义他，他为我娘子安息。妈，备有酒菜，与官人稍饮几杯。此次有劳娘子。要上身外，歇歇去吧。好。官人，小桑，这位。官人，你可知为妻因我救你上山，又因我倾心于你，结为夫妻？卑人怎要请教？官人，你的父亲是哪个害死的？乃是黄表老臣，事情实无罪，少中官居一品。官人，你可知为妻的先父也是被人害死的？令朕乃是何人所害？乃是王表老臣。原来是此。娘子，你我二人真是同病相怜，真是同病相怜。你我二人真是一对同命鸳鸯，真是同命鸳鸯。娘子。他催眉黄，娇容便是杀气深。等是我当作心机。
为妻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白首偕老。给银的，给银的。官人，为妻再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地久天长。给银的，给银的。官人，为妻再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永垂不报。给银的，给银的，给银的。娘子，被人不胜酒力了。官人，哎呀，官人，他竟在人这个样子。这次西水府借来乡民30万两，明天从3县经过。送上门来的狐狸，岂可不收？八将军，你看是我？我看就借了这笔下你好，县厅局啊，总得领例子，使我即刻随到。官人，官人。哎呀，不好了啊！原来他竟是专上为王的女将头，30万两乡人非同小可。哎呀，他做下这无法无天之事，一旦官兵交杀，我这个江道丈夫岂不也要拿去分财哟？哎呀，这笔是不是好啊？不是趁那女将到王在先听一事，富有狂备，我还是逃走了吧。三更，大呼小叫做什么了？快随着营里倒走吧！倒走！放着包文不去，到哪里去呀？你可知这是什么所在呀？这是江道的山贼啊！你可知金梦教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专上为王的女将头。哎呀，你这个无头的东西，快随我走吧！我不走。就算金小姐是强盗，这样好的强盗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？你也不该抛下身家，倒走。义父几百人，我已舍不得离他而去呀。可他专上为王，抢劫官家乡民，一旦官兵交杀，那是将你之子，就是一刀。卡下。
像你的脑袋，我看你走势不走哟。那也要与金小姐告别什么啊？我咋与他告别？我还能走得了吗？啊！趁那女养大还在先天女子，我还是走了吧。好，走。你往哪里去呀？到走啊！哎呀，快随我走吧。小儿喜开怀，我生是门中双姨妈，我怎能夫妻之情，父子之义，先抛啊家。娘子，官人，这2年你受苦了。你呀，好无心哦。这都是别人的不是呐。官人，如今你将为妻终身安排。这个，哎呀，我不好相生啊！他本是身法从来早见那，杀官奸相莫无王法，我咋与他与谁嫌？这怕是断光还要把头颅杀。金小姐，想我是天年磨成在寒苍下，平生受的是生严家。纵然你我心爱深，真乃是大度不
想我是天子门生上元宫，我与你生门国父奉配呀。负心神，实出负心。我们三部的谁是父呀，谁是父王？司机，你为爹，我为娘，看在娇儿的份上，你不该是此谁心不你呀！呀，这般卷润下去，真甚是好啊！这。事到如今，我已只得是辞了金凤娇。我好比一颗灵子长上芽，长上芽。你好比一丛烟草在一路下，一路下。我是武东七凤王，你是可是烈汉呀！门不当户不对，青云王土难相见，难相见。长远切的夸，我是一颗灵子土中来，就将我凤家传代，一颗轻松的山崖，你望着世俗的寒窗下，去怀你说到世俗满口神，你头戴乌纱茫茫玉带，身mang花人心，你反不是梦，经过须眉落林好看。罗琳好看，是了。想你身为宋代，简直精神一日大大。我是今乃是扫地命官，岂能用你胡言乱奏？你说说为上去吧，自然不算。怎么样？叫来不到官人，只怕你难道放忙？什么说？你难道要动武不成？啊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啊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啊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生我！生我！哎呀，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啊！娘子饶命！饶命！哎呀，子母啊！相公！哎呀，子母啊！少了顾家下宫吧！哎呀，子母啊！少了顾家下宫吧！哎呀，子母啊！什么？想不用之中，
就有你这样好的人。哎呀，子母啊！像他这种叛逆之辈，不配无母报警。哎呀，子母审问书啊，审问书，青山不给落山上流，你我何为有情？相公，娘子饶命，娘子饶命，娘子饶命！哎呀，相公娘子哎！相公，金小姐她走了。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好险哦！披星戴月。历经尘那不得苍苍两鬓，独自为不过了王，扫了饭，我早无有报国人啊！想当年万岁的残年，将流光斩，就他与我悄放走流算尽，如今他改名金凤娇，九凤三当帅一并，我家有难考中两，望今我不是劳苦，千里奔波请转机。催马扬鞭，三岁挂帅争了9个9名。